想養寵物嘅朋友小心，輕信愛心領養，隨時可能中伏。近年，澳門出現大量虛假嘅寵物領養信息，佢哋潛伏喺各種社交平台，用可愛嘅寵物照片吸引你，然後讓你加入各類平台群組。你以為嘅愛心領養群，背後可能係繁殖場嘅陷阱。佢哋利用你嘅善心，俾你喺不知不覺中成為其牟利嘅幫兇。呢個不止傷害咗動物，亦都辜負咗你嘅善意。更可怕嘅係，呢啲寵物嘅來源成疑，好多甚至係從內地偷運嚟澳門嘅未經檢疫嘅動物。諗一諗，冇經過任何健康檢查，冇接種疫苗，佢哋可能帶住你睇唔見嘅疾病。呢個唔止係對一個小生命嘅極不負責，更係將澳門嘅公共衛生同生態環境置於風險之中。呢種行為欺騙你嘅金錢，踐踏你嘅愛心，更傷害無辜嘅生命。所以我哋再次提醒你，提子提子，提防騙子，保護自己，保護動物，保護我哋共同嘅澳門，提防騙子，從你我開始。